风雨当中来坚定阮的信心。主，你是阮永远的石盘，有你来引带，阮就免惊。耶和华，你是阮信实的上帝。主啊，这是阮的心要安静伫你的面前。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下，听你的声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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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想，我心所听。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石盘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的援助放撒我，让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石盘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主啊，你的手一直来牵我，你的援助放撒我，让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下，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下，听你的声，我的梦想，我心所听。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石盘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的援助放撒我，让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石盘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的援助放撒我，让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。这是咱求上帝帮助咱，搁较亲近来亲近上帝，求上帝帮助咱来建立家己建立好的关系，无论是伫咱读经，还是祈祷，还是参加小组，拢是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。咱来求圣神来光照咱，为着咱家己的罪来向上帝来认罪，求主的保护便来洗净咱的罪，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。咱做伙开声，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，甲咱的罪来向上帝来恳求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搁一遍来到你的心宝座前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归难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更加来亲近你。主啊，这是阮诚心认罪来悔改。天父上帝，阮知阮是软正软弱的，伫阮生活中，阮常常
赦免阮的罪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阮的心，求你来帮助阮伫每一天，我能用祈祷、读经，甲你3,000分。主啊，求你予阮一粒较无你的心，会当伫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大大的快乐。主啊，求你来带领阮，行伫你真理的道路顶面。这时阵，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事工，为着咱教会福音，为着咱教会宣教，也为着咱教会要迎接54年，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祈祷。咱做开声，来为着咱教会，为着54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阿你，主你是一直来带领阮福强教会的上帝的主。主啊，今日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为着阮教会的事工、宣教的使命，甲福音的广传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来护着阮，成做这个世上的光甲盐。求你搁一遍兴起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点着阮对福音的热情，互阮会当勇敢活出基督的模样，成做福音的出口。愿你的圣神搁一遍充满阮福强教会，互阮伫敬拜、服侍、宣教的事工拢下做你的心意。主啊，阮也特别为着阮教会要迎接54年，来献上感恩甲祈祷。你是恩典，你是阮儿女的主，也是阮属灵笃定一生的里程碑。主啊，我们展望未来，求你赐了意向甲切入，互阮伫福音的事工顶面更加火热，互阮伫宣教的使命会当勇敢向前行。愿教会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，祝福这个社区，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。主啊，愿54年，阮若毋是庆祝的时刻，更加是阮教会转化的时刻，互阮的福强教会伫你的带领当中进入丰盛的命定。这时阵，咱为着咱教会青少年来祈祷，即摆是暑假的时间，咱为着咱提摩太牧区主灵夏令营，咱伫7月16啊20要来办主日的夏令营。咱求上帝，互参与的学生甲老师，互因伫教学的顶面筹备拢会当真顺遂。咱为着教会青少年来献上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赐了美好的暑假的期间，互阮天台牧区的青少年，互因有传习甲学习的机会。主啊，求你看顾每一位青少年团的人，因伫暑假的期间来离开一切危险的诱惑，拢有你的引带甲保护，愿伊的心心灵伫各方面拢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，互因有健康、有方向、有目标，为好家己来面对新的学习。主啊，求你来亲自带领每一位兄弟的小朋友，因伫夏令营来拍开细囝的心，会当互因明白你，来经历你的同在。愿主你的话直接伫囡仔的心中，成做因一生头前的顶路上的光。互因伫夏令营当中建立好的友谊，成做信仰生活路上的同伴。求你也保守阮每一个兄弟的学生甲老师，因伫营会当中会出拢会当得到主你的平安。互规个活动充满的疼甲喜乐。求你也赐了合一的心，互同工会当彼此来合一有智慧，成做细囝的模范甲祝福。愿这营会成做因生命中着信仰重要的一步，会当更加来认捌上帝你。这是咱为了咱今日来聚会来献上祈祷，咱为了咱今日下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来向上帝来恳求，求上帝的圣神甲下牧师同在。咱来为着咱每一个服侍者来祈祷，咱来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你伫山顶，还是伫咱现场，咱
咱拢做伙用谦卑的心，做伙来领受。咱为着咱今仔日聚会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带领阮今仔日聚会，会当真顺遂。保守阮兄弟姊妹伫路上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当心伫遮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时我们为着阮的合牧师来献上祈祷。求上帝你赐了圣神伊的嘴，伊的心肠，引带伊所讲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的，互伊所分享的信息是充满对主你下来的大亏难，感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带来更新甲改变，互无所要传讲的真理，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，主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这是阮也为着阮伫线顶，也是伫实体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。求主你来准备阮的心，互阮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态的态度来领受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拄起阮一切跨路甲桥了，互阮能专心伫遮领受，愿意所听所明白的真理来实践阮的生活，活出合主你心意的使命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愿今日的聚会充满有你的同在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免。然后听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来起立，咱做来搁来唱这条《主你是真实的上帝》。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平安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心平安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感到家己互你带，你是真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福。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按我，永远无放松我，让我一生互你的旨意记着。你是真实的上帝，你是真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福。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按我，永远无放松我，让我一生互你的旨意记着。你是真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福。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按我，永远无放松我，让我一生互你的旨意记着，让我一生互你的旨意记着。主啊，这时我们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听。主啊，我们尽心尽情来敬拜你。主，你是圣洁的救主，